各位银发族长辈、朋友们，一直以来大家都告诉您喝咖啡很健康，说它能让头脑清晰，保护心脏，甚至有助于长寿，心脏甚至有助于长寿。但针对60岁以上族群的最新医学研究却描绘出截然不同的画面。事实上，有些市面上标榜对心脏安全的咖啡，可能正在悄悄地升高您的胆固醇，导致动脉发炎，甚至将中风的风险提高70%以上。而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正在发生。您可能多年来每天早上都在喝其中至少一种咖啡，却完全不知道它正在造成缓慢而无声的伤害。但也有好消息，并非所有的咖啡都有害。事实上，选对了咖啡种类，不仅能保护大脑、增强肌肉，甚至能降低患病风险。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清单上的最后一种咖啡最令人惊讶，它实际上能同时帮助重建心脏和肌肉的力量。我们很想知道咖啡如何影响您的健康，请在留言区分享您的年龄和居住城市。现在让我们从长辈绝对不该碰的4种最糟糕的咖啡开始，并揭开每一种背后令人震惊的真相。第4名，也是最糟糕的选择，就是屌味即溶咖啡或常见的3合1咖啡。它们闻起来很香，冲泡方便，包装看起来既无害甚至很健康。但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吊味即溶咖啡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每一杯都可能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慢慢毒害您的新陈代谢、肾脏和心脏。这里有个隐藏的问题，那些滑顺的榛果焦糖、摩卡风味，并非来自天然食材，而是来自丙二醇、propylene、glycol 等化学添加物和人工香料。研究显示，这些化合物在老年人体内的累积速度更快，尤其是当肾脏功能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衰退时。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会引发体内发炎反应、胰岛素阻抗、因此林 resistance 和毒素超载。这意味着这杯让您清醒的咖啡，同时也在悄悄升高您的血糖，并强迫您的胰脏超时工作。如果您本身就有糖尿病前期、关节炎或心脏问题，这种额外的负担会雪上加霜。更糟的是，许多这类混合咖啡含有氢化棕榈油，这是一种隐藏的反式脂肪，会阻塞动脉，使关节僵硬，并升高俗称坏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的 layer。这里还有一个惊人的转折，有些品牌甚至会添加维生素或胶原蛋白，让产品看起来很健康。但那些微量的营养素根本无法抵消化学、奶精、人工代糖和反式脂肪所造成的长期损害。这就像是在一艘漏水的船上贴胶带，同时却在船底钻更多的心洞。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请彻底避开这些调味及溶包。如果您喜欢坚果或香草的香气，请自己制作更健康的版本。在现煮的黑咖啡中滴入1滴纯天然香草精，或撒上一点西兰肉桂粉，这样不仅口感更好，还能保护您的血糖并支持心脏健康，而不是伤害它。调味即溶咖啡看起来无害，但对长辈来说，它们就像是伪装成慰藉的化学鸡尾酒。第3名糟糕的咖啡是人工奶精。对许多长辈来说，美好的一天是从那第一口滑顺的奶香开始的。但如果您添加的奶精比咖啡本身更危险呢？大多数非乳制品奶精都是由合成油、防腐剂和漂白剂组成的化学混合物，这些东西根本不适合每天食用，尤其是60岁以后。其中最大的罪魁祸首之一是2氧化钛 titanium dioxide， 这也是油漆中用来增白的化合物。研究显示，这种添加剂会引发氧化压力 oxidative stress， 这个过程会从内部破坏您的细胞并加速老化。
久而久之，它可能会导致结肠发炎，增加肝脏负担，甚至干扰脑细胞功能。而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许多奶精含有氢化铀，这种人造脂肪会升高坏胆固醇，并降低身体所需的好胆固醇。这些脂肪会阻塞动脉，增加冠节僵硬度，并让您在不知不觉中一杯接一杯地增加罹患心脏病的风险。接住是隐藏的糖分，如麦芽糊精、maltodextrin 和固体玉米糖，将这些成分会在几分钟内让您的血糖飙升，这会造成疲劳、脑雾和渴望甜食的恶性循环。许多常被误以为这是正常的老化现象，但这不正常，这是营养破坏。那么，更安全的选择是什么？如果您喜欢那种滑顺的口感，请改用有机全脂牛奶、无糖杏仁奶或添加钙和维生素的燕麦奶。这些天然选项在滋养身体的同时，也能保护您的心脏和大脑。或者对于喜欢喝黑咖啡的人，试着加一小撮喜马拉雅粉红盐，它能带出咖啡的风味，完全不需要任何奶精。每一匙人工奶精看起来很少，但对您的心脏和细胞来说，那是每天都在累积的隐形伤害。第二名糟糕的咖啡是化学脱因咖啡，2氯甲烷处理法。许多常被改喝低咖啡因咖啡，以为这样可以保护心脏或避免心悸。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有些低咖啡因咖啡是用一种曾经用于油漆去除剂的化学物质制成的，这种物质叫做2氯甲烷 （methylene chloride）。研究显示，即使是微量摄取，长期下来也可能损害肝脏、肾脏甚至脑细胞。这种有毒溶剂被用来在加工过程中去除咖啡豆中的咖啡因。制造商声称它在烘焙过程中会挥发，但检测发现市面上流行的品牌中仍残留有这种物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您的身体排毒系统随着年龄增长而变慢，让微量毒素随着时间累积。研究已将低浓度的2氯甲烷暴露与记忆力减退、头晕和认知处理速度变慢联系起来。许多常被将这些症状与单纯的变老混淆，但事实上，这种化合物可以穿过血脑屏障，那是一道保护大脑免受有害物质侵害的防线。一旦进入，它会扰乱大脑的能量细胞，慢慢削弱清晰度和专注力。而且伤害不止于此，负责过滤这些毒素的肝脏和肾脏受到的打击最大。随着时间推移，这可能导致发炎、疲劳，在罕见情况下，甚至会引起化学性肝损伤。好消息是有不含化学物质的替代品，请寻找标示瑞士水洗法 （Swiss Water Process） 或2氧化碳处理法 （Core）。Process 的低咖啡因豆，这些方法只使用水、时间和温度来安全去除咖啡因，不含刺激性溶剂。这些咖啡在包装上都有清楚标示，口感与一般咖啡一样香醇。做出这一个简单的改变，就能比任何保健食品或药物更能保护您的大脑、记忆力和长期活力。对于长辈来说，这是保护健康最简单也最强大的改变之一。第一名最糟糕的咖啡是未过滤的煮沸咖啡，例如法式绿鸭壶、土耳其咖啡或直接在炉火上煮的咖啡。它看起来纯净、天然、传统，但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未过滤的煮沸咖啡可能会悄悄损害您的心脏、动脉甚至消化系统。原因如下：当咖啡没有经过滤纸过滤时，它会保留一种叫做咖啡醇 （caffeine） 的化合物，这是一种天然油脂，赋予咖啡浓郁的口感，但也带来隐藏的危险。咖啡醇会升高您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会使动脉硬化，并增加心脏
并发作或中风险的坏胆固醇。研究显示，仅仅饮用未过滤咖啡4周，露露水平就可能升高多达45%，特别是在脂肪代谢较慢的60岁以上成年人中。结果就是动脉变硬、血压升高以及流向大脑和心脏的血流减少。这还不是唯一的风险，因为过滤的咖啡保留了更多的油脂和酸性物质，它对胃的刺激也更大。本身就有胃食道逆流、胃炎或胃溃疡的肠胃，可能会发现症状随着时间恶化。更令人担忧的是，使用传统方法中常见的铝制或无涂层金属壶煮咖啡，加热时可能会导致微量金属渗入饮料中，进一步增加肾脏负担。解决方法简单而有力，使用滤纸。那薄薄的一层只能过滤掉几乎所有的咖啡醇，瞬间将您的咖啡从阻塞动脉转变为对心脏友善。您仍然可以获得完整的香气和口感，却没有隐藏的胆固醇飙升风险。如果您无法放弃法式滤压壶，试着在里面加一张圆形滤纸，或者在1周内交替饮用过滤和未过滤的咖啡，并且始终使用不锈钢或玻璃器具，切勿使用铝制品。这一个小小的改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您的胃，并帮助您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继续享受晨间咖啡。既然您已经知道了这4种常见咖啡类型背后的隐藏危险，请深呼吸，因为故事并没有在恐惧中结束。并非所有的咖啡都不好。事实上，如果选择和冲泡的当咖啡可以成为60岁以后保护心脏、大脑和肌肉最强大的天然屏障之一。事实是，造成伤害的不是咖啡本身，而是它的加工、冲泡以及与其他成分混合的方式。选择正确咖啡类型的长辈，通常会体验到更敏锐的专注力、更强壮的肌肉、更好的血糖平衡，甚至全身发炎反应的降低。所以，让我们反转剧本。以下是每一位长辈每天都应该喝的4种最健康的咖啡，这些都有科学依据，且在家就能轻松准备。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清单上的最后一种咖啡是对自然保护大脑和强化身体最有帮助的一种。第4名最好的咖啡是有机中焙阿拉比卡咖啡 （Organic Medium Roast）。阿拉比卡，让我们从经典开始。这听起来很简单，但这对老年人来说是最健康、最平衡的咖啡类型之一。关键在于烘焙程度和纯度。中焙的阿拉比卡豆烘焙时间刚好足以带出风味，但又不会长到失去抗氧化剂，特别是一种叫做绿原酸 （Trorganic acid） 的化合物。研究显示，绿原酸有助于减少发炎、稳定血糖，甚至支持心脏健康。这对长辈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发炎和血糖失衡是60岁以后导致疲劳和心脏病的2大因素。另一个隐藏的好处是，阿拉比卡豆天然的咖啡因含量比罗布斯塔 （Robusta） 品种低，这意味着它们对您的神经系统更温和，帮助您保持清醒，而不会引发强烈混合豆厂带来的心跳加速或焦虑感。但这也是大多数人忽略的部分。您的冲泡方式，请务必使用前进的过滤水，不要直接用自来水。许多家庭，尤其是老房子，水管可能会渗漏微量的铜或铅等金属到水中，长期下来会无声地影响肾脏和大脑健康。使用过滤水能确保每一口咖啡都在支持您的身体，而不是增加负担。冲泡时选择像手冲或低滤是这样的滤纸过滤法，以过滤掉会升高胆固醇的多余油脂。如果您喜欢加点奶，请使用无糖杏仁奶、燕麦奶或草饲牛奶，这些能增加滑顺感而没有加工添加物。这种咖啡不仅能唤醒您，
还能以其柔顺的口感、较低的酸度和抗氧化能力滋养您。每天一杯有机中焙阿拉比卡咖啡可以保护心脏，减少发炎，并给您一种更纯净、更平静且持久的能量。第3名最好的咖啡是冷萃咖啡浓缩液 （Cold Brew Concentrate）。对于患有胃食道逆流、胀气或消化系统敏感的长辈来说，冷萃咖啡可能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选择。与用高温快速冲泡的热咖啡不同，冷萃咖啡是在冷水中浸泡长达24小时。这个过程萃取了天然的风味和咖啡因，却没有带出会刺激胃黏膜的刺激性酸和苦味化合物。研究显示，冷萃咖啡的酸度比热咖啡低70%，但仍富含抗氧化剂。这意味着您可以享受早晨的一杯咖啡，而不必担心火烧心、逆流或消化不良，同时保护60岁后往往变得更敏感的胃和食道。但这也是冷萃咖啡真正发光的地方，它提供更平稳的咖啡因释放，意味着不会有令人心悸的飙升和随后的崩溃。这种缓慢的能量曲线支持更好的专注力、稳定的血糖和平静的警觉性，非常适合想要整天保持活跃而不感到精疲力竭的长辈。冷萃咖啡也很方便，您可以每周制作一次，存放在冰箱里，每天早上倒出1份即可。根据您喜欢的浓度，将1份浓缩液与2到3份水或牛奶混合。这对于有关节炎或行动不便的人来说非常理想，因为它省去了每天冲泡的麻烦。在家制作的方法是将1杯粗研磨的中焙咖啡粉与4杯冷过滤水混合，浸泡18到24小时，过滤后冷藏，它可以保鲜长达2周。加入少许牛奶或几块冰块，您就拥有一杯低酸、高抗氧化且对身体极其温和的咖啡。冷萃咖啡不只是夏天的饮料，它是一个对长辈友善的解决方案，集消化支持、水分补充和能量于一杯。第2名最好的咖啡是胶原蛋白咖啡，专为关节、皮肤和肌肉设计。现在让我们谈谈咖啡的升级版，它不仅能给您能量，还能由内而外重建您的身体。胶原蛋白是体内最丰富的蛋白质，它是保持关节灵活、皮肤紧致和肌肉强壮的关键。但问题来了，50岁以后，您体内的天然胶原蛋白产量开始迅速下降。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长辈开始注意到膝盖变僵硬、散步或园艺后恢复变慢，或者皱纹更明显。在晨间咖啡中添加胶原蛋白胜肽 collagen peptides， 有助于恢复时间慢慢带走的东西。它无味易溶解，在热液体中几乎感觉不到。当您将其与咖啡结合时，温热感能改善血液循环，让胶原蛋白的氨基酸更快地输送到最需要它们的关节、韧带和皮肤。研究显示，每天服用10克胶原蛋白胜肽的长辈，在几周内就能感受到关节活动度、皮肤弹性甚至肌肉恢复力的显著改善。把它想象成身体支架的燃料，强化支持运动、姿势和自信的每一个节的组织。使用方法如下：在热咖啡中加入意式约10克水解胶原蛋白胜肽，搅拌均匀直至溶解。为了额外的健康提升，您可以混合少许无糖杏仁奶或燕麦奶，增加滑顺感和一剂钙质。这个小小的添加将您的晨间咖啡变成一种疗愈仪式，对抗僵硬，支持光滑的皮肤，并帮助您的肌肉在活动后更快恢复。随着时间推移，许多长辈报告说，爬楼梯感觉更轻松了，手部疼痛减轻了，他们的行动也更有自信。最棒的是，这毫不费力。每天在您最爱的杯子里加一时，您就在滋养您的关节、
肌肉，甚至您的笑容。第一名最好的咖啡是棉气球加上西兰肉桂，这是大脑和肌肉的助推器。最后，我们来到了队长贝来说最强大、最具转化力的咖啡，加了咪咪奇符和西兰肉桂的咖啡。这个组合不仅仅是为了能量，它是为了同时为您的大脑、肌肉和新陈代谢提供燃料。咪切代表中链三酸甘油酯 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 这是在椰子油中发现的一种特殊脂肪，与大多数需要数小时消化的脂肪不同。MT 能被瞬间吸收并转化为酮体 ketones， 这是大脑和肌肉的一种前进高效的能量来源。研究显示，经常摄取棉气球的长辈，一整天都能体验到更敏锐的专注力、更好的记忆力和更稳定的能量。这就像将您的大脑燃料从普通汽油切换到高级燃料。但真正的魔法发生在您加入西兰肉桂西龙色蒙时，这是真正的肉桂品种以平衡血糖、改善循环和减少发炎的能力而闻名。普通的肉桂称为中国肉桂或桂皮。恰想，如果每天食用可能会对肝脏造成负担，但西兰肉桂比较温和且富含抗氧化剂，有助于保护您的心脏和动脉。一起和西兰肉桂结合在一起，将您普通的咖啡变成了保留肌肉、增强大脑的灵丹妙药。求帮助您的身体燃烧脂肪，而不是肌肉来获取能量。这对于肌肉流失往往会加速的60岁以上族群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肉桂有助于将营养物质有效地输送到细胞中，支持稳定的血糖和更平顺的能量。制作方法如下：用过滤水冲泡您平常喝的中杯咖啡，加入1茶匙棉气球和半茶匙西兰肉桂粉，搅拌均匀，或者用搅拌器打出绵密的泡沫口感。建议在早上饮用，最好在早餐前，以最大化脂肪代谢和精神清晰度。许多长辈表示，这种混合饮品不仅使思绪更敏锐，还能延长饱足感，减少对零食的渴望，并帮助维持稳定的能量直到下午。久而久之，它可以支持大脑健康，保护心脏，并让您的肌肉更长时间保持强壮。这是简单、天然且强大的方法。对于任何想保持敏锐、精实和充满活力的60岁以上人士来说，这是一杯真正的长寿咖啡。在我们结束之前，请记住这一点：每位长辈的健康状况都是独一无二的。本影片分享的资讯仅供教育用途，不能取代专业的医疗建议。如果您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心脏病等疾病，或者正在服用处方药物，在做出任何饮食或咖啡因相关的改变之前，请务必咨询您的医生。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您为健康做出明智、安全和实际的选择。现在，让我们花点时间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揭露了4种会悄悄伤害身体的最糟糕咖啡，从充满化学物质的调味即溶包，到含有隐藏反式脂肪的废乳制品奶精，再到用有毒溶剂处理的低咖啡因咖啡，最后是会升高胆固醇并损害动脉的微过滤煮沸咖啡。接着我们探索了适合60岁以上长辈的4种最佳咖啡，支持心脏和新陈代谢的有机中杯阿拉比卡咖啡，低酸且对消化友善的冷萃浓缩咖啡，增强对消化友善的冷萃浓缩咖啡，增强关节和肌肉力量的胶原蛋咖啡，最后是真正的深脑活力剂。ME7加西兰肉桂咖啡，请记住，咖啡不是敌人，种类和制备方式决定了一切。正确的选择可以磨练您的专注力，保护您的心脏，
甚至帮助您在未来的岁月里保持强壮、行动自如和独立。所以，在您冲泡下一杯咖啡之前，把它看作一项投资，不仅是对晨间习惯的投资，更是对未来健康的投资。现在我们很想听听您的意见。您通常喝哪种咖啡？您是怎么喝的？您打算改喝我们今天讨论的某种健康选项吗？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分享您的想法，我们会阅读每一则留言，并经常回复针对像您这样的长辈的个性化建议。如果您觉得这段影片有帮助，请按赞、订阅，并点击超级感谢图示来支持这个频道。您的小小举动能帮助我们每周持续制作免费的长辈健康影片。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健康频道，这里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在为您的身体增添力量，为您的心灵增添清晰度，为您的岁月增添活力。下次见，保持强壮，保持好奇心，并好好照顾自己。